喺第一題，你見到乜嘢圖形呢？係啦，就係圓形同埋正方形啦。究竟喺呢兩個平面圖形中，邊個較大呢？喺呢個單元裏面，我哋會學下乜嘢係面積。物件表面嘅大小或者平面圖形嘅大小，稱為面積。而家我哋一齊睇下點樣可以知道圓形定係正方形大啲。我哋可以將兩個圖形重疊，重疊後，我哋會見到圓形嘅外圍，仍然見到正方形一啲部分，所以正方形較大。不過，有時用疊放嘅方法嚟到揾下邊個圖形較大，係唔得㗎喎。例如喺呢兩個圖形，因為將佢哋疊埋一齊嘅時候，其中一個圖形唔係完全喺另一個圖形入面。咁呢個時候，我哋要用另一種方法嚟比較面積啦。我哋可以揾一啲相同嘅小物件嚟到協助比較面積。例如，要比較第二題中長方形同埋正方形嘅面積時，我哋可以用一啲大小相同嘅正方形杯墊放喺圖形上面嚟到比較佢哋嘅面積。我哋要留意放嘅時候一定要一個貼一個，唔好重疊啊！每個小物件嘅面積就係自定面積單位。長方形嘅面積約是10個杯墊，而正方形嘅面積約是9個杯墊，所以長方形嘅面積較大。